那这个工程呢，大概有383公尺的一个护岸的一个整治。那其中呢，我们还有再加上32座的一个固床工。那我们在旁边的一个护岸整理完之后呢，也铺设了一个稻草席。那我想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能确保我们整个松角溪还包含它主流的一个避免土石冲刷，保护我们河岸的一个安全。那它在整个河道整治完成之后，当然对于我们的那个二仁溪的下游来讲，它也确实有做到一个保护的一个程度，它避免土石的一个冲刷，而且它增加一个河道的一个通洪断面。感谢市政对那个野溪的整治原本像如同后面这样子杂草丛生了那个水位一直在高涨没有疏浚那个淤土淤泥特别的多了其实百姓最怕就是淹水淹水一到的话，整个财产整个家住屋都很难去解决了。所以透过这次野溪的整治造福第一番所有的百姓的福祉。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近年来，极端气候常形成短时间暴雨，造成山区土沙冲刷及淤积，引发下游大规模灾害。台南市山坡地范围占总面积的38%，山区范围广阔，因此山坡地的野溪治理相形重要。台南市政府将持续争取经费挹注，加速完成山坡野溪治理工作，来降低坡地灾害发生几率，让市民生活更安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区田中1号桥的这个上下游整治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明显的一个对比，在桥的上游段就是完全是杂草丛生。然后这个完全是土堤，然后其实也没有土堤，是土的岸，河岸。那在这野溪是无名野溪这种无名野溪坦白讲是很多的如果说不好好整治的话，就土石会一直崩落下来造成夹带大量的泥沙，一直到下游的河段，那河岸河床就会垫高，那每次整治就是旷日费时，而且事倍功半。那如果我们在上游先把它这个整治起来，可以看到这个桥的一边上游段是还没有整治，下游段就已经整治了，就完全有天壤之别。总之要把过去常常发生的这个水患在今年未来能够降到最低，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是提高到最高。我们会再努力，这种治水的工作没有最好了，只有更好。那唯有持续的投入这个经费，以及我们好好的自主管理会做好。我们下游有很多防灾社区，那上游有很多野溪整治，从民众自发的防灾意识，跟我们上游的政府的这个工程努力，希望能够治山防洪的工作能够有一次比一次更好的这个成果。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纪录片电影《台湾男子叶石涛》将在6月17号上映。立委林美锦先在南胖购物中心包场举办台南首映会，邀请叶石涛家属代表甲侪贵宾，包括副总统赖清德、市长柯伟哲、立委林俊宪等人，拢到场支持小天。台湾男子叶石涛台南场首映会，在日暗时伫南胖购物中心的电影院举办首映档案，现场来了真侪热爱台湾文化贵宾到场，甚至连副总统赖清德也由市长柯伟哲、立委林义景以及真侪地方名代陪同之下，共同出席电影首映。刚走进来的时候，非常多的年轻人他们以为我要来看《Top Gun 2》，其实错了你看，我们是来看叶石涛的纪录片。这个真的是非常值得看的一部电影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到戏院里面来，能够都来看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的头衔的那个名字，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台湾男子叶石涛。
这个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这个 Top Gun 2那个是虚传的，差别其实很大。一个是美国好莱坞英雄，这叶石涛先生是活生生的我们台湾男子，也是我们文学大师啦。叶石涛在台湾文学界的重要的地位。那叶石涛其实我想伊是出世伫咱正台南人吼，古早日本时代叫做北京町吼，这是民生路一带。我想伊有真侪作品，包括散文、小说、评论，拢有足悬的文学成就。特别是我想伊的台湾文学史纲，这是真正第一部吼台湾的这个文学史。所以我想今仔日咱许导演吼跟这个林俊杰监制来特别来拍一部电影吼。我想毋茫咱身为台湾人，身为台南人，爱特别来看这部电影。市长黄伟哲表示，真荣幸有这次机会，甲赖副总统做伙参加台湾男子野石头电影台南首映会。非常高兴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共同跟我们赖副总统一起来缅怀，也来看一看我们台湾男子叶石涛他对台南对台湾的影响。当然，我想叶老留下来很多的著作等身，留下了很多的金句，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一个这个小说。但是怎么样让叶老的这个文学能够更彰显？除了在赖副总统竞选市长的那句话之外呢，事实上在2012年，我们叶石涛文学纪念馆能够设立，能够成立。2017年，蜗牛巷小说中的蜗牛巷能够重见天日。那2021年，我们也举办了叶石涛短篇文学奖，能够让许许多多的好朋友都能够对于叶石涛在台湾文坛上以及整体的历史定位能够更清晰。纪录片电影《台湾男子野石头》是由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北海的人的制作团队拍摄。电影记录了野石头的生命以及写作生涯，也记录了同时代台湾作家共同命运，凸显因的文学成就。该电影也将在17日正式登上大荧幕。副总统赖清德、台南市长黄伟哲、立委林义景鼓励大家踊跃买票入场观赏。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古迹美家公园宫由市府甲文化部补助3360万的经费修复竣工，举办立会安坐大典，由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林俊宪、前内政部长余正宪以及公园宫董事长叶炳南等人为公园宫正式甲变。计时一到。美家公园宫修复完成的宫庙，在法师主持之下开庙堂。经过23冬，地王爷顶立的神尊将伊转来到庙内安坐。这个受以府城的宗教圣事，在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林俊宪、前内政部长余正宪、议员陈义丁、谢龙介、议员参选人蔡宗豪、公园宫董事长叶炳南等人，共同为修复完成的公园宫甲变。请到位！民国88年，因为年久失修，所以我搬出来地面道路是天管。但是因为真侪因素，大家讲无法度用这个工程来甲完成起来，一直延宕。民国108年9月。伫台南市政府，咱大家长黄伟哲以及咱社会各界的注目，正式来举行动土典礼。背景的足侪欢迎掌声吼，大家来预算讲这客，会当讲伫咱掌声伫咱台南宗教的活动吼，佫非常的热烈。最后我在这佫再次来代表蔡英文蔡总统。蔡主席来感谢所有这个信众，在这个防疫期间，大家人会当配合着
政府的防疫措施。市长黄伟哲甲台南2位立委也拢来到现场祝贺。今仔日会使讲非常的殊胜，非常的荣幸，高雄江第5千岁入会安做圣代大典，大家咱的信众大家组织伫遮，唯一的目的就是祈求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台南市气温从容，上重要疫情会当早日退散。我相信今仔日非常的幸福吼。规个台南市啦吼，会当讲吼，拢是安尼热烈滚滚啦吼，这嘛是代表着咱台南伫咧宗教的即个意识以及咱的团结啦吼，大家就是一个口令，哇，大家团结在一起。高雄江本来过去吼，是伫咱美加安尼信用中心，咱伫石井区一带吼，这会使讲无人毋知影。那王爷总是伫外口吼，安尼借人的所在，安尼借3、4场，今仔吼。咱甲起新厝，欢喜请王爷倒转来家己的所在。庙方选定粮食吉利利好安坐，这是一场属于府城的宗教盛事。参与有奖到尾景，总共有23件，做伙设景祈福，庆祝公安景修复完成。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海尾调风景除了伫个学校开办少年舞艺工作坊以外，目前伫个庙口嘛免费培训庄内少年家来学习武术，不只要传承宋江镇的武艺甲历史文化，互大家练好身体以外，嘛要传承海尾开垦的精神。位伫咧安南区海尾调风宫，曾经是台港内海的古渔村，大约伫120人前。海尾先民为了保护庄头、抵抗强盗，便成立了宋江镇守护家园。民间也流传着毋捌看过海尾堡，嘛爱听过海尾鼓的俗语，流传8冬海尾宋江镇文化。现在伫庙口也开办了武艺学堂，传承宋江的传统。阮海尾这宋江镇哦，是伊伫咧民国前12年，1900吼。因为海尾事件，来演成阮庙，较去顶山请即个师傅来甲阮教，为着要保护庄头，所以逐冬个拢会来练，练迄阵逐个拢做向前，伊就要保护咱的村庄嘛，为了鼓励咱的百姓，所以逐个足踊跃，拢会来参加安尼啦。因阮大家讲，伊嘛是足需要即个宋江镇，所以伊拢会去叫伊的宋江脚转来，不管你去偌远做工课。你就是有感应讲，庄人要开始练宋江所以大家一直家己主动的转来才练安尼啦。即嘛渐渐伊个时代的转变，伊农业变来变科技，渐渐会人愈来愈少嘛。所以即卖咧考会就较困难些寡。所以为着要传承，所以我嘛是爱较克服这关卡。所以就是讲爱开一个暗馆，互大家有这个时间，利用这暗时出来运动安尼。2、3。这位海尾少年家阿豪表示，会来学习宋江镇，主要是为了传承，更重要是会当练好身体。刚开始来练的时候，就这边的教练都很亲切，然后一开始来练的目的就是锻炼身体，因为这人身体比较差，很容易就感冒。然后练的感想就是练完会累，可是很有成就，因为每一个礼拜都学到新的东西。利用每礼拜四暗时，由海尾宋江镇教练团教导8年宋江镇武艺，庙方嘛欢迎学境内12个里的少年家甲乡亲加入，做伙学习海尾宋江镇的好功夫。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安南病院脑中风中心为了提供中风的患者更较侪治疗选择，特别引进智慧外骨骼机器人系统。帮助病人中风了后做复健，会当有更较好的效果。安南病院引进智慧外骨骼机器人的复健系统，主要分做上肢甲下肢。上肢进行名称，就叫做穿戴式的动力手部复健器，利用好的一手来带动患者瘫痪的另外一只手，让病人会用在重新找回动作控制的感觉。促进左右大脑的那个就是连接，就是达到动作的进展。那等一下要请你就是用手指把这个杯子握起来之后拿到嘴巴前面，再往前伸，手再打开啦。好，那我们可以开始哦。
对，然后就是搭配具有功能性的训练啊，让病人就是学习到这些技能之后，可以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去运用。而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嘛，会用讲是动力式的下肢助行器，利用动作的感测器来侦测患者一开始的动作，和病人及时的助力。亲像这名37岁的男性，伫咧中风瘫痪1个月以后，原本行路袂稳。爬楼梯爱2步才用爬一个阶站，靠着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的复健，真紧就会用1步来爬一个楼梯。对于每一位病人来讲呢，他们其实恢复的这个进展啊，都不太一样，这样。不过我们就是说，在经由机器人的这个手臂的复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病人从手部原本的几乎不太有动作，然后开始慢慢的手部有一些抓握的能力，然后力量呢开始有改善，这样子哦。从原本的大概肌力只有一分左右这样子哦，那可以1分到2分之间，这样可以进步到2分到3分之间这样子。那手肘的弯曲的话呢，也从原本的大概只有2分左右的肌力呢，进步到有3分的肌力这样子哦。所以其实这个对病人来说呢，进步是非常显著。安南病院院长林胜哲表示，这种智慧外骨骼机器人的复健系统，真适合中风急性期的病人来做复健。上好的复健期伫咧3到6个月内。不过，院内嘛有一名中风8个月的男子，经过2礼拜5天的上肢外骨骼机器人的复健，目前嘛会用咧家己来摕杯仔啉水。虽然目前该系统的复健必须要自费，不过院长强调有成效才是重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随着消费者愈来愈重视食品的安全，坚持天然的产品嘛愈受到欢迎。一间开了30档的红心粉圆老店，头家坚持店内粉圆绝对无掺色素甲防腐剂，要互人客食了安心。另外，依照古法制作的仙草，嘛是人客真喜意的甜品。在苓雅区有一间红心粉圆老店。顾客闻香而来，在老板的坚持下，使用不含色素、不含防腐剂的粉圆，为的就是让顾客吃得安心。为什么用这个粉圆呢？那是因为我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买的那个粉圆都是有添加物，可是我心里面在想，我不要这种东西，我一定要找那种没有防腐剂、没色素的。粉圆的特色，它就是有紫山药跟红曲下去做，而且都完全没有防腐剂的。秉持天然的雄鹤，老板遵照古法熬制仙草，制作出满满胶质的仙草，让不少民众成为仙草的头号粉丝，甚至介绍给亲朋好友。我们仙草就是按照古法下去熬，每天熬，那个用青草下去熬，所以那个它的仙草呢，它胶质比较厚，而且很香。我夏天的时候，那个仙草冻吃得更凶。1个礼拜2、3次，一次10个，然后我会买去送亲朋好友，对，大家都说赞，好吃，蛮好吃的，就汤头还蛮甜的，然后仙草还蛮推，对，粉圆也蛮 Q 的，然后蛮推那个奶茶，就是奶茶也蛮甜，然后味道刚刚好这样子。近年来，民众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在老板的坚持下，每天使用新鲜的粉圆，让顾客吃得安心。许多消费者慕名前来，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动心了呢？记者张玉琴、陈柏宏采访报道。唔知观众朋友有食过青草老汁所浸泡的臭豆腐？有一档臭豆腐，就是用传统的老汁浸泡的臭豆腐，让人客非常的饿乐。到底青草老汁的臭豆腐食起来有啥物无同款的口感呢？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白净的臭豆腐滑入高温的油锅中，噼啪作响的沸腾声，紧接着是扑鼻而来的香气，直窜脑门，让人无法忽视。起锅之后，就是大家最爱的国民小吃臭豆腐。草本臭豆腐它是比较用传统的方式，就是说它用炒下去做卤汁，而不是像现在它用酵素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它比较原味，而且也比较自然，所以它会散发出来的那个草香，就是我们的臭豆腐的臭味。然后，因为豆腐里面经过发酵，所以我们可以吃得到里面的豆香。草衙中平路旁的这家臭豆腐店有别于市面上的臭豆腐制成，吕老板坚持着传统的味道，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才让前镇区的空气中飘扬的这股豆腐香气呢？本身也是喜欢臭豆腐，所以说接触到以后有一个启发，就是说市面上有很多臭豆腐，它并没有臭味，而且也吃不到豆香。那刚好就是亲戚那边有在做，我觉得可以蛮适合作为推广哦，让人家可以吃到说真的是有一点臭豆腐的臭味和吃得到豆香。从老板自身的喜好出发，把最天然的口味用心的带给客户。送上桌的是能一口吃下的大小，与牙齿接触时窜上鼻腔的草本香气，吞下喉咙后，在口中残留着豆香，让您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哦，伊的特色就是这个本草木的啦，甲一般的无同啦，生理也非常的好啦，是这个3点以后过到这7、8点人拢足多啦，当这叫个交通来指挥咧，真正好食的，赞啦！平凡的豆腐透过草本卤汁浸泡，经过热油的烹调，顾客在道路旁吃着，世界仿佛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草本气味与豆腐香气在口中回旋着。记者陈柏宏、许纯清高雄报道。红菇粿是一种真传统的点心，大部分的长辈拢真喜意。高雄市南门溪恒昌社区关会站，就教长辈做改良式的红菇粿。特别选用薏仁粉取代糯米粉，唔免吹就会当直接食，而且无用色素，改用红菱果汁，食起来更加健康。红红的面团压进模子里，再倒出来就是一个小巧可爱的红菇粿。很多长辈都有吃过，但没有做过红菇粿。这一次一做就成功，觉得很有成就感。做了到用这个模啊，落去理落，就起来就一只一个菇啊，安尼有水。头一摆做呀？头一遍，我80岁啊，我头一遍做红菇给恁看。为了省掉红菇粿要蒸熟才可以吃的麻烦，关怀站里志工教长辈用薏仁粉来做红菇粿，外皮红红的也不是用色素，而是用捏碎的红龙果染成喜气的红色，比较健康也很养生。它是有机的，没有色素的，所以这样子比较养生。增加咱的智慧，增加咱智慧，少人100岁。走出家里面的那个很平凡的生活，来这边大家共享，比较快乐。早期逢年过节，大家都会吃红菇粿，很喜气又有长寿的寓意，长辈们都很有印象。里长就参考这样的做法，请志工带领长辈做改良式的红菇粿，长辈们都很有兴趣，也越做越开心。这都娶新妇心情爱做红菇啦。系啦，嫁查某囝吼，伊是后生迄边的送来，咱即马都要摕去分咱的厝边，这是古早的啦。上这个课程是要让他们真的要让他们没有遇到的，唔捌做过啦，唔捌做过，因今仔嘛非常的欢喜，真的因讲哪有这种红菇唔免吹。原本用糯米粉做的红菇粿要蒸熟才可以吃，这次里长用健康又养生的方式，让长辈现做现吃，回忆起小时候吃红菇粿的开心感觉，也满足自己动手做的乐趣。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